大家好，又係我Organic Mama。今日我會同大家整一個高纖零澱粉海鮮西班牙飯。點解可以做到零澱粉？因為我會用蒟蒻飯去代替傳統嘅意大利米。蒟蒻飯本身呢係天然零澱粉，又高纖啦，食落去好清爽，食完呢完全係冇負擔。傳統嘅西班牙飯呢係會用高湯去收汁嘅，我就想食得健康啲，所以呢我就用咗一罐有機蔬菜濃湯去代替。呢個湯呢本身已經有晒蔬菜嘅甜味同埋香味，煮出嚟嘅時候呢就更加鮮甜啦。其他配料呢仲有紅椒同埋蒜頭，我已經分別將佢哋切粒。而海鮮方面呢，我今次就揀咗蜆同埋蝦，其實你哋想加其他海鮮都可以㗎。首先呢，就用中火炒香個蒜蓉，炒到佢變微微金黃色，再落紅椒，大約炒1分鐘。跟住呢，就成隻蝦落鑊炒一炒佢，炒到半熟到啦。跟住就可以加罐蔬菜濃湯，再加蒟蒻飯，將佢慢慢平均鋪平浸住啲湯。慢慢呢，可以將啲蝦呢鋪一個圓圈。你預佢熟嘅時候呢，就會攣埋咗嘅，咁就靚仔啦。跟住呢，就轉中火慢慢煮，等佢收汁。大約煮8至10分鐘之後呢，就可以放埋啲蜆上去啦。喺呢個時候呢，就冚一冚蓋，等啲蜆呢煮熟。見到啲蜆都開晒個口，第一時間就拎走個煲蓋。如果唔係呢，啲蜆肉呢就會越煮越細粒噶啦。最後呢，我哋轉返大火再煮佢1至2分鐘。你見呢啲汁都收到差唔多，就可以上台噶啦。我今次呢就加埋9層塔，食嘅時候呢令到海鮮嘅味會更加突出。最後再加少少黑胡椒。哇！啲蒟蒻飯呢吸晒啲蔬菜濃湯，蜆肉醬卜卜，熟嘅程度啱啱好。我仔話佢喺屋企門口都聞到香味，佢急不及待都爭住試。我繼續會諗啲簡單嘅食譜同大家分享，下次見。